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客广播电台制作，老费用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客广播电台 FM 89.9播出。刷落来，咱要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汤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的一位贵宾，自3岁就对人上舞台，是真侪人心目中永远的美女俊俏小生李如玲。到今伫真侪戏迷心内，伊原遐尼风度翩翩迷人，在北巴甜的歌声一开嘴，总是互戏迷心碎痴迷啊！尤其伊的人生精彩的故事，嘛是一部真水真好的戏剧，互咱真侪启示。费用会当邀请到歌戏小生李如玲小姐来到咱们客广播电台，讲伊人生精彩的故事，一定互咱听众朋友感动。伫听故事进前，咱先来一段音乐，音乐转来了后，咱开始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单元咯。一粒落卵的滋味，阮为着3顿才来学飞天。自细汉就对人来做歌戏，如今算来已经数10年。虽然是养母，嘛有温情，所以做牛做马嘛是着爱行。只好吞忍，甘愿牺牲，才来传送青春甲感情。如今要做我戏剧人生，时代顶大脚拢分袂清。古装时装，无论什么剧情，真实的世界同款在发生。如今要做我戏剧人生，是起起落落，浮浮沉沉，风风雨，当时才甘愿听。故事爱到偌久，才讲会真。日思夜梦的亲情，煞换来父母
冷冰冰。天伦啊，可比是遥远梦境，叫阮的心肝若袂硬。吃好吃歹，无要来比拼，只要互相对待的一粒真心，尚在痴心换来无形，淡薄一个温暖的家庭。流金的岁月，戏剧人生，时代顶代脚，拢分袂清。故总是总，无论什么剧情，真实的世界，同款在发生。流金的岁月，戏剧人生，是起起落落，浮浮沉沉，风风雨，当时才甘愿听，剧本会当家己来决定。流金的岁月，戏剧人生，是起起落落，浮浮沉沉，风风雨，当时才甘愿听，剧本会当家己来决定。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今仔日非常要邀请的这位贵宾哦，伊的一世人甲戏剧有真深的情缘，交阮在北巴田，尤其的歌戏调的演出，是真侪歌迷的所爱。咱今仔日真欢喜嘛，真光荣，会当邀请到台湾陈梦啊，真侪戏迷当中，风度翩翩、上界迷人的歌戏小生李如琳小姐，邀请到咱的如琳姐啊，来到咱的三文 K 广播电台，分享伊的戏剧人生精彩的故事。咱即马首先费用就来邀请到咱的如琳姐啊，和咱空中的好朋友艾雪子，安尼问好一个，如琳姐啊，你好，刘老师你好，还有曾文熙的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大家好。足感谢吼，咱的迄个如琳姐啊吼，足侪人毋知影讲吼，我台语是隔行了后较学的，啊，目前吼一直搁咧学习当中。伫迄个看迄个歌戏吼，迄个咱的台湾的即个文学的底子上介好，尤其吼台语内底有文读音嘛，啊，跟白话音无共。好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透过我们的戏曲，透过咱的戏剧啊来讲到这个台语的水。费用即马要请教如琳姐哈，我有看过你的迄个故事自3岁就可能上舞台哦。我毋是讲上舞台，是人甲我抱起，人甲你抱起你舞台。伊个看我细汉足古锥的，讲甲我抱起哩。啊，细汉就较贫穷嘛，摕一个棒棒糖互我含。吼，啊，伊甲我讲，我较早甲你抱起，我若是念正病，你就爱叫阿爹。念正病叫阿爹，就是改变啦。哎呦喂啊，哦是。因为咱即马即个较乡土味，咱就讲较白吼。对。啊，看死啊，念倒病就要叫安尼。我就甘蔗金，感觉疼迄个断头哦。是。结果上场，大腿就念咧吼。就少年代嘛，就阿爹啊，倒病安尼啊。啊，中间是他们在演戏，啊，感觉疼就甘愿啊。然后一场戏较早演足久，唱足久。感觉疼甘愿啊，爱困全度久啦。度久结果
甲迄个正边的这个看写甲我念落去，再煞袂叫啊。倒边嘛全袂叫啦，啊就金瓜汤食了，就记忆性就袂记啊嘛。两边拢念到尾无法度，全足大对个大嘴甲念了，拢乌青。结果全哭出来啊，一直哭一直哭。那么那场戏是小生小旦夫妻要离异的时候，要离开。我哇，一直哭，伊的歌词唱要离开嘛。是。台上的人，以前的人较无即款媒体伊看到安尼讲，足感动。哎哟，迄个囡仔才2、3岁尔，哪会知因若爸母要离开啦？台下的观众拢流目屎咧哭啦。因咧小要甲小段离开嘛，两个伫遐咧。伊哪会晓哭啦？伊甲愈念愈疼，愈哭。观众就流目屎，一直拍扑啊。所以从那一次以后，这个囡仔真有天才是。若是有做着囡仔伊的童星，就甲抱出去。就自然转上舞台的对人安尼演戏我无对人演戏，伊都拢甲我怪啊，都我甲5岁呢。是。实际年纪可能差不多4岁吧。5岁时甲我读甲拢画条纹，规个面画甲摇撇撇啦吼。甲洗阿婆头，然后小生就是要出去收租嘛。伊讲我即马甲阮阿娘请安一下吼。是。就阿娘有请，阿娘有请，观众就往上咧看阿娘有请。结果往上看，一个囡仔是往下咧出来，观众讲恁阿娘哪遮细，就拍一直拍扑我。是。就甲我讲，即马吼，恁后生若要去收租，你就甲伊讲，好，你若要去，就爱说你哦。会甲我抱去椅仔顶坐。我还记得呢，我说你要落来，甲我抱落来哦，人就讲阿娘就请我出来，就我拄仔讲眼睛看顶悬忽然间一个囡仔细汉安尼，一个大人的衫是上身的衣服，我会当穿甲拖拖嘛，就囡仔咩，抱出来，观众拍扑我笑甲恁阿娘，哪会甲3、4、5岁，抱出来，阿娘你好，以前伊骨头足悬的，就甲抱去伊骨头安尼坐。就讲到尾讲我要来收租，拄大人甲讲，好，你要去就爱说你，就我唱就全做落台。我全坐咧哭，一直哭，因我骹无法度落椅头我坐伫骹伫遐海，一直哭，一直哭，观众煞一直笑，一直拍扑小生要转晚上我阿母若无甲抱落来，我倒出来戏台门前，讲母亲对不住我，甲抱落来。所以讲细汉是安尼，互人安尼半成半怪安尼去的。因为细汉就是讲，咱拢看小生伫遐唱的人伫遐唱嘛，拢黑白远像臭年代，就因为要有迄个囡仔即个戏抱出去，就对这2摆了，就讲即个甲栽培，就叫团主开始栽培，是，开始讲了。对无？4、5岁要读遐深的国文，就无简单。1、2、3、4都也毋知伫倒个，你读遐深的国文。对，尤其歌戏内底有足侪迄文学的歌词吼，迄词语的部分，会要记遐歌词，搁遐曲调，当初是你咧记者一定足辛苦的，对毋对？因为我拢毋知影伊咧叫我创啥，伊叫我叫一个大人来教我讲台词。是。我拢听无伊讲啥。是。伊讲海陆五虎六壮拢交害，精细因果做得来。我甲讲这是啥？我哪拢听无来讲。你问较济，我创你甲讲，你嘛听无。你着照安尼背就对。咱就背。是。背，你一个背一背，因为你对你无熟，你敢若硬碰的死背。对。上台顶出去做一个先动。咱有一天爱困拢叫我痞去。五脏六腑拢交害，精细因果做得来，甲倒摆念啦。头家就举一个藤条，像大头尾遮大箍。我若拢毋知我落来尔，用火打了。用水的哦。我拢毋知拍什么事，我都一直哭干。我只会讲一句说：我唔敢，安尼，我不知道这打我打什么嘛。是。所以一个囡仔伫细汉毋捌世事的情形下，学着遮尔深的传统艺术内底的歌戏，咱各位听众朋友，今仔日相信大家会当听到咱台湾传统艺术内底上界深、上界有学问的一个歌戏。咱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后，才个转来咱的单元咯。
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欢迎听众朋友搁继续回来收听咱这位深爱台湾文化歌戏小生李如林老师，伊的戏剧人生上个精彩的故事。拄则咱收听的这首歌曲，一粒老卵，互一个囡仔派着瓦瑟空中安尼海来海去。你毋捌世事的情形下，互人咧改变安尼念来念去，拄则看卢林子啊，安尼咧讲着伊的戏曲人生的过程。即粒老卵竟然一个囡仔为着要去食迄粒老卵，听一个吼，这心肝头安尼酸。卢林子啊，拄听着你咧讲你的即个生活的过去，但是吼，你足无简单的，就是虽然你的养母安尼甲你对待，你是安怎可以当安尼遮友好，佮对伊遮尔用心安尼甲奉待。拄仔听你讲你是捧在手心长大的。我听这款的，我拢听了吼。我没看到骗子有那个亲情的那个，不管是讲爸爸妈妈要老了，那个看啊啥物吼，我来看着拢哭。我现在做亲情，我真正毋免甲入庙哭，因为我都毋捌有亲情过。我这个遮大汉，还阁毋捌互老母甲我揽伫个胸杆，披着伊身躯的乳香。生母养母我拢毋捌，养母更加无可能抱，伊就拢要跋脚。生爸嘛毋捌甲我摸甲一个头壳，毋捌甲我拍过个肩。所以讲，毋捌伊就本人啊！我去见面伊嘛是无感觉啥，安尼遮大汉啊！我拢逐工拢伫啊，台语叫做孝顺啊。是，我足想要去阮老母的身躯边，爱甲揽一下，毋知偌好。安尼孝顺几落10年，毋过伊拢较顾身躯边的囡仔，是无对我这个动作，所以这是我上界渴望的讲。这世人吼，若爸来母揽咧，互欺负当甲老爸斗，老爸吼，咱毋是讲爱甲人相拍是，拄则甲你欺负好，阿爸来甲你算小，我拢无。我若看人安尼，我拢足欣羡的。只有欣羡免怎？若讲无你去找一个老公，爸爸型的，有拄着爸爸型，但是大部分都有年纪，有家室，有家庭。是咱个传统人，个毋敢甲人安尼。对，高学历的人要爱我。我甲讲，我细汉歹命，我拄读无济。阮是爱你的人，爱你的心。你家己怨叹咱这要创啊？你要读书，我甲你栽培啊。但迄个年代，我都干那要趁钱饲老母尔。是。哦，过来到有一半开始讲，慢慢买了一间细间厝的时阵，有自卑感。我拄读无济，为什么咱爱我人，咱拢学问遐悬？搁遐有钱遐缘投，是，就是安尼一路安尼行到遮，伊就感觉讲，其实我有我的才华，我有我的智慧吼，为什么我哪会遐尔无勇敢啊？干那一直想讲要趁钱饲人，所以到即啊，无亲情的温暖，是，伫咧我的婚姻感情嘛，搁改一个。有时候想就家己困拢目屎哭甲目睭拢歹去。真正听着吼，安尼心肝头吼，安尼足酸咧。尤其吼，惠阳知影讲罗林子啊，你是咧学即个歌戏诶，即个过程。歌戏看编剧足侪共款，拢爱有迄个身段，爱有迄个真功夫嘛。大多咱咧讲诶，背迄歌词已经足辛苦啊。尤其迄咱台语有足侪迄个声调，若又毋对吼。尤其迄身段吼，咧训练的时阵，迄拢透早5点哦，老师就分批啊，是5点啊起床，第一声起床，第二声甲衫穿好，是甲腰带下咧，第三声到舞台就倒立，踢家己的骹，骹伫顶悬，伫遐动一个囡仔，逐个爸母拢有食早顿，是，我无食早顿。你无食早顿，就看人咧练功夫。阮养母也无互我食，阮养弟嘛无互我食，就倒立去咧。经过半点钟40分咧2只手，因为腹肚枵嘛，安尼搓，腹肚安尼咕哩哩枵啊，我就有法度哦，利用老师在拄久的时阵先落来，先甲腰大概围甲腰喙较按一下。搁再搁动标，搁起哩，搁倒立起哩，腹肚是咕噜哦。迄阵啊，敢若袂晓哭，敢若讲袂使落，较点叫老师举定调顺。所以有时阵，讲要变数的时阵，拢去食古井水。腹肚枵啊，古井水甲抢起来，就甲碰2-3碰，因为热天会挤喙焦，搁腹肚搁会饱，
啊，佫腰带佫缩咧，就佫走去台顶。啊，有当啊枵到中昼，佫有老师拍摔对虎口转昏去。哦，摔伫虎口。啊，伊就一直摔，啊惊疼，咱就一直用手去砸屁股，啊，就对虎口摔了转昏去。啊，老师毋知影你无食早顿。无，伊无管伊跋筊，老师跋筊，啊，逐个讲紧诶，恁查某囝昏去，啊，阮养母目睭蹙蹙，啊，迄过来念伊就好啊。啊，我大人有看较可怜，就我搭姐姐搭伊，紧诶肩胛头甲我落起来，研究，我精神起来。啥物无听，甲听一句讲，哎，拢过来较等就好。啊吼，迄个时阵袂晓叫做心疼，敢若讲我用拍干恁来讲我是假的。但是回头来这几十年来，我都哭哦。我用拍干恁来讲我假，我昏伫遐，我也无食。啊，到枵到吼，啊看人打豆花来哦，就我5角银都无条食，啊，佫毋敢看人食。我徛伫远伫遐闻豆花的味啊，啊，敢若一直幻想，我哪有种我豆花人食，毋知要偌好咧，我巴肚都袂枵啊。这就是我的童年，也是讲有人摕粉泥来哦，粉泥一万偌济5角，啊，我都无5角。啊，以前有当时啊，有即个大姨，佫一1角2角我，佫叫我给我落钱筒啊捡起来。我若即个5角，我拄啊对钱筒啊安尼甲挖出来。啊，我就无法度搁欠钱啊！家己就瘦到要死，巴肚枵到要死，搁要欠钱，我都毋甘愿搁继续，干来当伫遐流喙烂，啊，毋敢看人食。小时候我养母没有对我什么家教，但是在戏里面，还有听大人讲，阮袂使看人食，搁较瘦都袂使看人食，爱有志气。锁伫米伫布肩骹，干那喙烂伫后，一直啉水，讲哎，足好安尼。所以讲，卢林姊啊，学会晓放下无简单，听众朋友。先来听这首放下歌戏，这首是歌戏哦。这首是歌戏调，但是人爱放下心肝头，较爱开朗。这首歌，咱来甲听看卖。
感谢咱听众朋友，佮继续回来收听咱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听咱这位歌戏小生李留林老师这么感动人的心声。飞扬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看到老师咧讲到伊细汉想要感受爸爸甲笑，想要爱妈妈甲揽的这个感觉。听到一个伫歌戏界足有成就，这位老师透早咧练功夫，巴肚枵咕咕，鼓这个水，嘿，无巴肚会枵，无食过一直枵个无力，个伊倒立40分钟手就拖。迄阵仔嘛，袂晓怨叹养母，甲来讲我巴肚足枵，巴肚足枵诶。亲像咱即马都坐迄囡仔吼，你看物件要互伊食，佮嫌东嫌西，佮认为讲人是大人应该爱做诶。卢林姐诶故事应该是一个足好足正面诶教材，所以讲今仔日会用看卢林姐安尼开讲，了解到即个歌戏经过遮尔辛苦。毋免讲安那记歌词、唱歌练即个功夫尤其讲你头拄讲巴肚枵的时阵，咧算即个巴肚甲枵下起来。我才敢若想着讲咱喙又较红甲袂枵啊！哇，即摆时代囡仔无法度通体会即种滋味，是毋是安尼？所以即摆人要教我叫我小学生，我拢无爱教。我讲业余我教你，用我来教，足讨济无采。若囡仔要我教，我是袂甲拍。问题我真严肃的甲教。是，你要甲学，我就甲你教，你会晓啊。你若讲我教你，袂甲你骂，袂甲你讲，我绝对袂甲你拍。我讲即摆囡仔拢连老师都袂使拍。我是学生要怎啊？所以讲，就即个节目真歹势，我一直控制，我无要想过去流目屎嘛。但是咱刘老师吼，心肝真软啊，伊毋捌艰苦过，阁会当感受到人艰苦滋味我嘛互伊声到一口。就即个节目，若是讲我的流目屎伤心，来影响到大家情绪，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讲长辈听到要安怎教你的事实，希望今仔日女人讲的伤心的代志，你莫放在心肝底吼。我毋是挑工要哭的，因为我伫即个时阵拍我遮忝，拄看到刘老师这个伤心，我嘛家己足艰苦的，所以讲真歹势吼。我毋是挑工要互恁安尼，应该要互恁快快乐乐，听到我的声音才对，歹势啊。无卢林姐，因为你毋单讲咧分享你的故事，而且你最近拢咧做公益嘛。因为你把你的人生的故事甲伊搬出来，而且你毋是干那搬出来，你阁透过歌曲内底意境，足正面咧甲咱讲，咱要安怎面对即个人生，即个迄个课题，要安怎去，对咱的人生的一寡世事的即个排解。嘿，刘老师，你毋知影我迄个专辑内面，迄个歌的歌拢是我写的书。有啊，好，迄册字啊，尤其迄册字啊，迄台湾文学内底可能卢林姐你较毋知影。惠阳是因为去学歌戏了后，较知影讲台语遮水诶。毋是，若干若要写歌戏是好写，对。但是我有深入甲讲，接近即个佛法，即个要安怎讲，劝人劝人为善，怎么放下？你爱有甲即个佛法的意义写伫内底。佛法的意义，所以你看歌词就知吼。是对。伊毋是讲像一般歌戏讲。咱紧来去，毋通带遮3元锭，你食饱我食饱，袂使遮尔饱。爱阁有即个佛语伫内底意思。是。国语是4声，台语是8声。8声对。要阁写甲有意思，要阁写甲有接近即个佛法的代志。阁爱押韵倒句较好记。所以无简单。写甲目睭近视。尤其头拄听着卢林姐你咧讲着迄个，咱甲迄种迄个佛法的意境，阁迄种迄个铁理。要放伫歌词内底，这毋是干那歌词内底诶，迄个人迄文学尔，咱得爱个互人安尼体会迄个意境，所以这因为这个文章所谓是深入浅出，对。但是你有写到即个佛法的代志，你伤过白嘛无哈？对。伤过深一寡前辈嘛听袂出来，就是伫咧这伤脑筋。对。女人毋敢讲我写真好，但是这是我第一摆写作，所以写来无好，请刘老师多多指教，还有的听友多多指教。因为足无简单的内底，阁有迄个国乐琵琶。琵琶，我改啊，迄是你家己改，我家己制作就是好啊。嘿，
搁有上个趣味的，就是讲，咱一般来听到有一寡歌戏调，也是一寡迄个活化迄个歌曲，足少咧用迄萨克斯风，会安尼会足沉醉，会忙酥酥，吼，人会当足放松的，对毋对？对，啊，忙到最后，忽然间想甲你听一句讲，一粒露两个滋味。哦，啊，这老伙仔讲，那少年咧讲，啊，我咧听四阳燕咧发一粒露两出来，足有创意的。系啊，因为我对音乐是足兴趣，我细汉足爱唱歌嘛。啊，即摆家己制作就是讲，咱要安怎颠倒，所以我即张 CD 是永远听袂先袂退流行的。是。内面有心经台语的、波罗蜜心经台语的，歌是家己填词的，有4首 MV 时尚的，永远拢袂退流行。哦，这拍时尚迄对流行的这种迄个曲风。上较重要内底，你阁有甲迄个咱的传统的即个歌戏的迄种迄个正版的，因为即摆大部分有的人爱买版权，拢是家己搁创作。啊，我毋是，我是用较早因差不多40-50年前的即个版权吼。是。啊，即摆搁定工买安尼。哦，老师，这买版权吼，这拢爱开钱仔头呢。因为即摆人拢无法度听到正版的歌戏啊。对。啊，我就是讲，我即个正版的歌戏，互恁回想讲70年代、80年代的歌戏，那遮尔红，就是这个调啦。啊，所以要甲伊留落来。对，啊，我无可能要出来，若无买就无机会啊。是，安尼，刘玲姐啊，你即马要来推荐倒一首歌？主打歌来，即个顿悟好无？好。顿悟内面有即个观世音菩萨6字大明咒，也就是讲，因为我学会了，真侪代志拢我都放下。啊，要安怎样啊？为着6字大明咒念即6句，较袂黑白伤吼。即摆人为着感情代志、亲情代志，真适合听即首顿悟。好，咱头拄仔放下，咱即马就来听顿悟。顿悟。将一辈子的梦想说就不是一座富丽与堂皇，是需要一份完整的爱来弥补过去所有沧桑。刹那瞬间短暂的想象，为了情欲放弃一切也无法。落花流水过后的下场，重新再整理幸福希望。所有爱恨就像一场梦。Oh money baby oh， 执着到了最后还是一场空。一生并不漫长，时间告诉我们万物无常，重生的机会来自原谅，放下就能见证慈悲的力量。
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感动的故事，一步一步招咱做伙听。咱真正欢迎嘛，真感谢咱的李如林小姐来分享伊的故事。尤其她拄啊透过老师咧讲到即卖现代囡仔，伫咧学习咱的不管是功课啦、知识学问啊，还是有一寡较基卡的即个艺电功夫的，即卖囡仔拢无啥愿意来学习，嘛袂堪咧食哩苦。伫老师今仔日的故事当中，咱会当深深了解到讲咱的传统艺术，即个学习的即个成败，较早是真正一步一脚印，真功夫即个奋斗的人生。所以当有讲一句话讲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对啊。来第一顶咱看安尼舞弄一个安尼敢若无虾米货，毋知影讲人迄台骹哩无后安尼，互费用看到的是，虽然你的过去足苦，但是你无用苦的心去面对你的人生，所以你嘛是用足情感甜的即个想法，毋可会伫你的专辑内底讲到你的人生故事，对毋对？因为我的人生对细汉苦到今嘛不管讲是亲情感情拢苦毋捌真正从内心笑起来，但是我互人看到拢总是笑的，对，欢喜的，互人欢喜心感恩的心，哭的拢留倒转来厝内甲你哭，是，因为咱是讲有啦有较知己甲咱问咱讲听嘛若无较知己的。咱即马就尽量讲要安怎讲互人笑，因为有时阵我讲话毋知影人真相信人若要对我哭就甲伊哭，无咱就尽量讲互人较快乐的。是。今仔即个节目我会当来参加，我非常欢喜，会当加熟悉即个刘老师。在这个文学方面我书写无好，你就多多指教。我头拄仔伫遮咧看着种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嘿，卢林姐，我甲你讲一句坦白话，这个三宝我头仔迄阵袂晓学台语的时阵，人咧甲我讲三宝三宝是无好的事，对毋对？较粗啦。较粗对毋对？咱是讲三宝含三宝。真正差足济，所以三宝人有诶是讲，比如讲咱一个人叫去买物件，伊啥物拢袂晓你即个三宝真两公安尼。真两公。但是佛祖伊就袂使安尼讲，伊就讲三宝。对。三宝佛祖。三宝佛祖。所以即首歌我就改号名叫做三宝徒弟。是。三宝徒弟。这无简单诶，而且你这内底歌词写了足好呢。无呀啦。因为这做生活化。安怎讲呢？三宝门中福慧修，咱的这个伫这个三宝的门中咱就是敢若袂输关门串家己伫这个房间内，伫这个厝内，像咱讲咱福慧双修嘛。对，咱咧想咱的智慧咱的福气要安怎修？其实咱拢爱舍得。一切随缘，莫强求。对啊，有的人若无缘，你要叫来信佛你无诶嘛。对。你若是讲有信佛了，你啥物代志对佛祖讲，物件拜是你食诶啦。是。对无？伊嘛袂甲你拍。只要你甲讲心声，只要你有这个有诚心，你真的是有感应。所以一切随缘，莫强求啊。对。即句嘛是咧讲感情诶方面。无缘就无缘，你强求要创啥？就祝福人就好啊。亲情嘛是，即个囝都甲咱无缘，就做歹囝，咱就负责甲拖车大汉，这嘛莫强求。它的含义是很深的，非常的深。家己靠双手，莫想要死大人放落来。对。咱看有当仔讲死大人车段，换咱来趁钱来诱惑死大人无？莫规工讲好吃懒做，看担要分财产，咱兄弟啊冤家，嘛莫贪着朋友，互咱啥物好处。是。还有一首就讲做事利人利己，唔通贪，这个是不知道是感应还是哪一首，我忘记了啦。我就感觉讲你这安尼，你讲你唔捌字，毋过你写的这意境，这生活上，咱讲的这生活经验，就是上介好的文字。这个回忆内底，我主是读足少，但是一直家己对细汉就足爱读书，摕剧本趁钱较要紧，要饲人，要哪有时间去读书？慢慢啊修，但是修到这样时都无时间搁继续读嘛，就能停在你国中就是国中安尼尔。敢若要读一个国中，我那拼到要拼死，你敢知影？为什么？我拢咧趁钱啊！较30岁若去读一个国中，读3工剧本，我要趁钱，我饲老母，我读3工一礼拜，搁摕转来一个国中读过来10年，读到前几年啊，差不多前几年啊，才去完成这个国中。本来要转来台北修高中，上大学，结果就接到这个讲网友一直逼我出现，对，我应该爱出一个我的新的专辑，我要自己制作，不让人家控制。
你看都搁无用啊，即摆无用，等你是要搁读对倒去，所以自修啦。你拢靠你家己自修，看书，看书，领悟。即句的歌词要来领悟，然后去看法会，去上网，只要哪一句我适合，可是它不押韵，我就回来改，佮家己修改，家己改。改到我会当唱，台语人会当听，但是这个意思爱知，因为我拄入佛门尔嘛。所以讲每一句都有迄个意境，毋是甲包含一个讲对囡仔，因为对囡仔、对朋友、对许多人。是。考大实地考上，即我著考大实地考上，即阮也无人甲阮请，阮也无贪人，那无我即摆啦，莫晓自卑感，我即阵著足好过啊。咱来听三宝地主好无？好，因为咱的节目嘛来到尾声吼，今仔日足感谢咱的李如林老师伫歌戏的即个部分，费用吼，林刚若准做讲，若有对歌戏要书写即个故事的时阵吼，较甲老师你请教一下。我毋敢当，因为你学问较深，无，阮读的无共，所以讲吼，伫听即首歌的进前吼，咱嘛看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安尼甲大家安尼讲一个再会。是啊，这个今仔真感谢来参加刘老师这个节目吼，当讲遮长的，当甲我故事，即摆叫做分享啦。较早讲，我这个故事会当囥写一代一代，来参加这个3分 K 的这个电台，伫咧遮希望讲所有听众朋友毋通互我今仔的心情感染，但是我抱着感恩的心，敢若李如林的力量无够，请大家甲我同齐来做善事吼，有需要的话，看要找刘老师吼，还是要送我粉丝团，李如林粉丝团，还有一个全国上大间的这个滚石唱片公司，还是找柯燕金，咱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好事，李如林感谢大家平安，就是上大的福报，所以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幸福美满，谢谢。平安快乐、幸福美满，咱来听三宝弟子。是地自在风男烈女，该该看真，却看袂着自己的心。佛祖提醒咱爱呀谨慎。人生如戏，无非生
大尽头。戏如人生，不离喜怒哀乐。真实的人生，有男有女，有老共井，有好人有歹人。戏剧舞台顶嘛是人生真实的故事，其中歌戏掺杂着古典汉诗、汉文，甲咱闽南语的台湾腔、漳州腔为主的戏剧。早期演出的内容，大多数以大众有法度听有的文雅词类，也是忠孝节义的故事编写剧情，嘛是早期伫农业社会上界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是台湾文化其中的代表。尤其伫今仔日，甲名声透国际的小生李如林小姐开讲当中，若听到传统文化因为时代的变化，受外来艺术的影响，渐渐退化，要失传，这是国家上大的损失。即马伫世界真侪国家，为着要保留因的文化，除了积极维护、找找经费，照顾这特殊技艺的老师先辈，开课传承，希望呼吁更较侪人来重视。伫遮，费用嘛希望咱政府单位会重视台湾也阁有的无形资产文化，有家己文化的国家，才有家己主体意识，国家才会受人看有目地啊！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